又40年，作者王明道，第37章，在平江路的日子。王明道獲悉的消息，像關不住的春風，吹遍了大江南北、長城內外。不少人聞風而至，走進上海平江路13號那個小小的房間，看望闊別20餘載主的中心婦人王明道先生。這些人絕大部分是關懷他和敬愛他的，當然也有居心叵測的。不管是誰，王先生都歡迎和接待，並且暢所欲言。消息從國內又傳到了國外，海外有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到平江路去看他。遷到武康路後，繼續有各個國家的人去看他。除了阿拉伯國家和天主教國家外，有16、7個國家的基督徒去看望他。最多的是加拿大人、美國人、澳大利亞人、新西蘭人、英國人、西德人、丹麥人、荷蘭人、挪威人、瑞典人、瑞士人和芬蘭人。日本雖然是佛教的國家，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去看他。他把自己幾十年的事情，特別是在監獄裏8年的失敗，都講給他們聽。他常說，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，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。箴28章13節，人們從他的經歷中得出一個結論：王明道因不怕承認自己的失敗而蒙了憐恤，我們也不怕。大量的訪客使政府公安部門感到不安，特別是他直言不諱地講政府對他的所作所為，無疑會影響中國政府在中國人民群眾和世界各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。所以王先生到他上海不久，就有公安局的2位幹部去平江路看他，一位姓孔，一位姓劉。他們第一次去的時候態度很不客氣，一方面是為嚇唬他，另一方面也是要從他了解教誨的情況。他們問他，都有什麼人常到你這人來啊？這件事我沒有告訴你們的必要。王先生很堅決地回答他們，你不要忘記你是反革命啊。姓劉的說，我是反革命。王先生說，你們為什麼把我放出來？我沒有要出來，是你們把我放出來的。你們看我是反革命，可以再把我送回去嗎？來的人裡面有的是好人，他們解釋說，有的是不好的人。意思是勸告王先生不要與那些不好的人來往。他們旋勸他向他兒子學習，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好了。他兒子雖然也住過牛棚，可他從來不提那件事。他們跟王先生談認罪的問題，想他坐了20多年的監，誰能不承認自己有罪？誰知他根本就不承認。王先生對他們說，我很喜歡跟你們談談認罪的問題。我在神面前滿身瘡痍，體無完膚，是個大罪人。但在國家法律方面，我從來未有犯過一條國法。我自幼就膽子小，臉皮薄，不敢作一件犯法的事。在學校裏，我是個嚴守校規的學生；在國家和社會上，我是個守法的公民。可你們算是把我逮捕起來了。我沒有犯過任何國法，我坐了20多年的監，完全是為了信仰。王先生還明確地告訴他們，我反對三字檜，到現在全是反對。他們看他態度很堅決，就不再談下去。從此以後，他們對他反而客氣起來了。第一次去時對他沒有稱呼，第2次、第3次就一直稱呼他王老先生。他們感到對付王先生有些棘手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清出來，怎麼能再把他逮捕進去？80多歲的人了，誰能活多少年啊？把他逮捕進去，很快就攰死在監裏，政府擔個臭名，何苦來呢？但又怕他擴大影響，於是採取一種措施，就是了解都有怎麼人到他那裏去，注意那些人，使他們不敢再去，把他孤立起來，目的就達到了。有一次，孔、劉2位幹部去王先生家時，正巧碰上潘老太太、鄭素英女士、上海的孫女在那裏。他看見那位姓劉的幹部，就對他說，我認識你，你姓劉，你叫什麼名字來着？他不吭聲。他再問他，他就說出自己的名字。但他說，不對，那時你不叫這個名字。
你帶着紅衛兵到我們家裏去抄家時，幸虧你的一句話，不然我們的房子就麻煩了。這一下把他點出來了，原嚟帶着紅衛兵到基督徒家裏去抄家的是公安局的幹部。據說那位姓劉的幹部是專管基督教的，他們二位每2-3個月到黃先生那裏去一次。姓劉的去過3次，以後就不去了，換了另外一個人。他們最注意的一個人是嚴寶田大夫的兒子，他好幾次去給黃先生送西瓜和食物，都給他們碰上了。嚴大夫是山西太谷人，20歲左右在火車上得識黃先生，從那以後他們就有了交情。他很愛黃先生，一直稱他為大哥，並說耶穌是我的救主，大哥是我的恩人。每逢黃先生到他所在的城裏去講道，他一得知就去聚會。有一天孔劉2位幹部在黃先生的房裏坐着，正好時魏素蘭姊妹來了，站在床那邊，姓劉的扭過頭來說：這是誰啊？這是我們的親戚。黃太太回答，他就沒再問下去。後來他說：有的人好，有的人不好，你們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來往。比方說，像余崇恩、余成花啊，他怎麼知道余崇恩來過呢？原來在黃先生的書架上有一張紙條，上面有余崇恩弟兄寫的字。我父親叫余成華，我媽媽叫姓劉的幹部老遠看見那張紙條，就知道余崇恩來過了。余成花先生老早就去世了，怎麼船可能來呢？可知都是因為那張紙條的緣故。他們說這樣勸告黃先生是為他好，其實是怕他跟更多的人接觸。安息日揆也有一幫人是反對三自揆的，因而那時三自揆對安息日揆就有積怨。兩位幹部要了解安息日揆是怎麼一回事，就跟黃先生談這個問題，並且叫他寫篇文章駁駁他。黃先生說：我不寫，我不給人寫雜麼東西。多年以前在我船沒有進監的時候，我曾寫過一篇文章，叫《基督徒必須守安息日嗎》？你可以去看。我寫文章都是自動寫的，別人叫我寫，我從來不寫。從國外帶來的書，黃先生和黃太太當然不願意多讓人知道，但政府是知道的。有一天孔劉2人來時，正好有人帶過來2-3本書，放在桌上。姓劉的拿起來看看，然後又給姓孔的看。姓劉的問黃先生：你對香港印你的書有怎麼看法？我很高興。黃先生說：我進了監，我的書在北京不能出版了，香港給我出版，那好極了。而且在他們所印的50年來，你船附錄了真理呢、毒素呢和我們是為了信仰2篇文章，叫各地的人都曉得我坐監是為了反對三自揆。1980至81年，上海市公安局的幹部總是2個人一起來。1982年起，他們就誰也不來了。黃先生的戶口遷得很順利，他到了上海以後未幾天就報上了。他不接受釋放證，陰營就把釋放證幾個字改為裁定書，而且也沒有怎麼提前釋放的字樣，所以就沒留個尾巴。天鐸拿了裁定書到派出所去，很快就報上了戶口。但黃太太的戶口遷得就很慢，一直留在唐莊，沒有遷過嚟。唐莊農場每月給他寄25元生活費和糧票、郵票。1977至79年間，每次寄來他總是收着，因為他想即便自己不用，船可以給別人用嘛。但黃先生對此另有看法，他反對接受這個錢。有一次，那邊寄錢和糧票、郵票的信給黃先生收到了，他就把它退回去，並且船附了幾句話：無功受祿，寢食不安。稱以後不要再寄糧票和工資來了。其實黃太太刑滿釋放後在唐莊農場勞動，是那裏的退休職工，得完單位發的退休金，不能算是無功受祿。黃太太的戶口很長一段時間未能遷入上海。上海派出所要求唐莊農場出2項證明文件，一是證明他沒有勞動力了，一是證明他只有1個兒子。唐莊肯證明前者，
不肯證明後者。黃天鐸的工作單位給開了這個證明，可派出所船是說不行，結果事情就這麼拖下來了，一拖就是5年。那位姓劉的幹部雖然答應幫他辦，但始終未有辦成。到1982年，船是公安局的一位幹部幫他辦好的。其實那有下級不引上級的，但姓劉的就是沒有幫他辦成。1982年以後，姓劉的不來了，黃太太心裏倒覺得踏實些，因為他每次來總是恐嚇人，把人搞得心神不定，好達到他的目的。但黃先生就是不買他們的賬，他回答他們總是很硬的，所以姓劉的一事磨成。1980年，貝小姐在北京說王明道受管制呢。黃先生聽了非常生氣，寫了一封信給他，託柯桂賢姊妹轉交。信上說：誰告訴你我在上海受管制？沒有人管我。黃先生知道他是因為害怕而去參加三自的，但他卻說是神讓他出嚟參加三自。黃先生對他甚為不滿。黃先生出監以後，原北京基督徒罪潰處的蒙賢超弟兄給黃先生寄去一信，大意說：聽說你家裏只有你兒子一個人有收入，你生活現在不太富裕，特寄上30元給你，清查收。蒙弟兄是個開鐘表店的商人，在寬街教會負責。因為他們的傳道人嚴家勒弟兄參加了三自，並且擔任北京三自會的副主席，所以他們寬街教會又開堂了。蒙是參加三自會的。1980年在南京開中國基督教第3屆全國會議時，他是以北京市代表的身份去參加的，並且船當上了三自會的常委。黃先生收到此款後覆他一信說：我聽說你參加了三自會，並且船當常委，請你告訴我你跟三自會的關係。他回信說：是的，我是三自會的常委。黃先生就把那30元錢買了一張匯票寄回去，說：你是三自會的常委，我是反對三自會的，咱們兩個沒有共同言語，你寄給我的30元現在傳給你，謝謝。蒙回了一封信，把黃先生大罵了一頓。這是1980年冬天的事。黃先生離滬後的頭1年，除了在家門近處走走之外，從來沒有到外地去過。雖然北京的一些肢體與黃先生有書信來往，但能親自去上海看望2位老人的畢竟算是少數。1980年冬，黃先生夫婦去京的消息甚囂塵上，北京方面甚至有人即刻籌劃迎接他們北上。有人說黃先生到了北京，禮拜天就在米市大街聖經會門前一站，就得為一大圈子人。如果黃先生真的去了，說不定會惹出一些事端。天樂對此當然不無顧忌，所以他在1981年春節前寫了一封信給李再生先生，邀請他和殷品道先生去互道稅。李先生因為太太生病，甚難走開，但經研究，決定稱一位姊妹代勞。他們2位遂於2月4日晚自京去滬，次日舊年元旦晚到塔。李先生得見他所敬愛、闊別20餘年的老友黃先生，心中快慰之至。他們到了之後，天樂隨即拍拍殷先生的肩膀，領他到過道處小聲說：這次稱你來，是因北京多人嚟信，歡迎2老北上。其意甚佳，但他們年老體弱，我們又因工作關係不能同往，殊不放心。稱在此多盤桓一些日子，勸勸老人打消北上之意。殷先生允於盡力而為。他在上海住了1個多月，終於完成了這項任務。1981至82年時，黃先生忽然唱出他人時唱的一首歌。黃太太與他結婚幾10年，從來沒有聽他唱過。這首歌是他的外祖母，一位很虔誠的老太太，在他3、4歲時教他唱的。歌詞說：我是耶穌門徒，他是我救主，雖然我有罪孽真是苦，主已為我死亡，救贖我罪惡，所以我時常快樂。耶穌能救我脫離各罪，我因為蒙他大恩惠，無論黑夜白日心裏總是樂，主已使我生罪惡。黃先生14歲信主之後，他的人生就改變了。他承認他自己是罪人，蒙了神的恩典，所以他常常快樂。
他相信主耶穌不只能拯救他的靈魂，船能救他脫離各樣的罪惡，所以他的人生是一個快樂的人生。8年的失敗得到神的赦免，重新站立起來，恢復了他以前那個快樂的人生，心靈就如同兒時的光景一樣。黃先生到上海以後，靈糧堂的長老周阜清先生常去看他，而且與他關係很近。該教會負責青年工作的陸春芳弟兄與他同去，就顯得跟黃先生的關係也甚好。以後周長老的2條腿有病不能去了，路仍舊照常去，差不多2-3個月就去一次。黃先生知道他是參加三字會的，就對他說：你是三字的人，常到這裏來，不對。沒關係，根本沒有人知道。以後路又拿了1盒蛋糕來，黃先生不肯接受，稱他拿回去。黃太太覺得不好意思，船事收下了。從那以後，路就不再來了。黃先生對三字的人是深惡痛絕的。1982年，聽說有飛機醫院到廣州。飛機醫院是一批外國醫生，乘飛機去世界各地，專門作眼科手術的。黃先生事先已經登記過了。該醫院到達廣州後，上海的一位眼科專家黃醫生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，他就在9月20日由人式陪同乘飛機去廣州作白內障手術。黃醫生隨後也去了，但這次手術沒有作成，到底怎麼原因？誰也不敢說定。有人說是因為黃先生說了一句外行話，這個晶體將來配了，在中國不好配。那位醫生引了不高興，就不替他作手術了。也有人說是因為他人識用英文同外國人講話，沒有通過廣州醫院的中國醫生。總之是空此一行。9月28日他就被攆回上海去了。黃醫生說：回去以後，我給你治。同年11月3日，黃先生入住仁濟醫院。11日，黃醫生為他作咗眼白內障手術，26日出院。以後又配了一副眼鏡，視力似有好轉。黃先生住院時，因為20多天沒有活動，出院後生活就開始不能自理，吃飯穿衣均要有人照顧，但過了一個時期又轉好些。1983年9月20日第2次入仁濟醫院開右眼，24日手術，10月11日出院。2次住院，身體受到相當大的影響。手術後他的眼睛雖然當時是好的，但過了一些時候就全不行了，無論看書或是寫字都成問題，手術完全失敗。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默默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內。1980至82年在生活上照顧2位老人的，主要是周媛姊妹。從83年起近10年之久，在生活上照顧2老的則是張冠英弟兄。